復活名額出爐，邊位可以重返舞台？我揾佢，真係好 sharp，佢做得好好。佢會成日就係質疑自己。我哋兩個 agree 咗。咁冇啦，冇啦。第一個可以經過重考挑戰嘅係無音女團，今晚10點半翡翠台。大家一齊 hands up，呢個大家庭我哋可以學到好多嘢。中國嘅茶文化係幾時出現㗎？有啲飲食習慣咧會損害牙齒嘅健康㗎喎。擴大想像空間，強化我哋嘅思維，仲可以展示才藝，一齊腦洞大開。hands up，星期一至日翡翠台。各位早晨，據報美國通用汽車將會裁減幾百個資訊科技部門員工，以降低營運成本。彭博報導，通用汽車嘅全球裁員行動已經喺星期一開始，涉及500至600個員工。通用汽車方面已經證實裁員行動，並解釋有關行動係令到資訊科技部門更好咁定位，配合公司未來發展。公司舊年10月因為縮減電動車業務，裁減過千個員工，並逼令幾千個員工放無薪假。美股升勢持續，當中標準普爾500指數同納斯達克指數再創新高同收市新高。道指收市報49,704點，升95點；標普500指數報7,412點，升13點。油價上升，但晶片股繼續支撐大市。美股3項主要指數繼續做好，當中道指開低60點之後，全日窄幅上落，先見全日低位再回穩，午市最多升162點，收市升咗95點。標普500指數同樣全日窄幅上落，開低3點之後就反覆做好，最多升30點，收市升13點，首次收高於7400點。晶片股繼續領漲大市。美光科技、輝達同 AMD 齊創新高，當中美光科技升6%，市值接近9000億美元；輝達升近2%，市值升穿53000億美元 ；AMD 就升近1%，市值逼近7500億美元。特斯拉行政總裁馬斯克獲美國總統特朗普邀請一同訪華，特斯拉升近4%，納斯達克指數最多升112點。收市報26,274點，升咗27點。反映中國概念股表現嘅納斯達克中國金融指數收市報7,067點，升咗72點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文超報導。人民銀行話，繼續實施適度寬鬆嘅貨幣政策，密切關注輸入性通脹嘅影響。人行發布首季度貨幣政策報告，話近期中東地緣政治事件令到國際原油同部分大宗商品價格上行，對內地物價指標回升有一定作用。但係外部輸入型通脹對經濟運行嘅影響需要密切關注，並繼續實施適度寬鬆嘅貨幣政策，增強政策前瞻性、靈活性、針對性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同金融市場運行狀況，把握好政策實施嘅力度、節奏同時機，加強貨幣財政政策協同配合，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，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同埋物價合理回升。博雅互動發盈警，預料截至3月底止季度虧損將會按年擴大最多1.2倍。主要由於數字資產公平值減少金額按年增加，如果剔除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等非經營一次性因素，公司純利將會按年增加最多90%。主要由於網絡遊戲收益按年增加。他金價表現，人民幣公斤條每克收市報1034.52元人民幣，總成交超過211億元人民幣。倫敦黃金每盎司收市報4735.8美元，成交超過141億美元。明報社評：政府舊年立例發牌規管網約車服務，運物局同運輸署尋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，各方焦點所在即係網約車發牌總量目前尚冇定論。網約車服務合法化蹉跎多年，各界普遍期望年底可以正式落實推行。
有關網約車發牌數量，過去一段時間社會已經有相當多嘅討論。觀乎當局掌握嘅數據，若果要確保現有服務規模唔會顯著萎縮，發牌數量以萬計為起步，乃係基本。既然政府已經大致掌握數據，好應該當機立斷，早日下決定。大公報社評：醫療衛生領域嘅大型國際盛事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，尋日喺香港開幕。圍繞對接國家15五規劃同衛生健康新機遇，國家15五規劃為香港醫療改革同創新指明清晰方向，提供豐富機遇。香港應該牢牢把握一國兩制下嘅多重優勢，深度對接國家戰略，持續深化改革，強化科研創新，優化臨床轉化，暢通跨境協作。以建設醫療創新樞紐為抓手，更好服務健康中國建設，並為全人類應對共同挑戰、提升健康福祉做出更大貢獻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，我係岑奕林。今日我哋受到高空反氣旋嘅影響，首先睇一睇大範圍嘅衛星雲圖。我哋見到廣東沿岸嘅雲量今日唔算太多，所以我哋預期今日嘅天色都會唔錯，會見翻好多陽光。所以今日最高嘅紫外線指數預測係11，強度係屬於極高。大家喺戶外活動嘅時候就要記得做好防曬。至於氣温方面，去到6點鐘左右，香港大部分地區嘅氣温介乎24至25度。我哋預期今日同埋聽日受到高空反氣旋嘅影響，天色會係大致良好，日間會係炎熱。所以今日詳細嘅天氣預測會係部分時間會有陽光，日間係炎熱。市區嘅最高氣温大概到30度，新界會再高1-2度。下午局部地區會有驟雨，風方面係吹輕微至和緩嘅偏南風。至於之後嘅天氣，大家就要留意啦。去到本週後期，受到低壓槽同埋高空擾動嘅影響，廣東地區就會有大驟雨同埋狂風雷暴，大家就要繼續留意天文台嘅最新消息啦。所以展望方面，我哋預期聽日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同埋炎熱，稍後會有幾陣驟雨。去到星期4同埋星期5會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，雨勢會有時頗大。多謝大家收睇今節嘅天氣節目，再見。復活名額出爐，邊位可以重返舞台？我揾佢，佢真係好 sharp，佢做得好好。佢會成日就係質疑自己。我哋兩個 agree 咗。咁冇啦，冇啦。第一個可以經過重考挑戰嘅係無音女團，今晚10點半翡翠台。條路未必完美，靠人哋不如靠自己。唔認輸，點都可以行出嚟。呢個就係我。你都係咁？即 scan QR code 報名參選2026香港小姐，咁至完美。5月25號截止啦！
靚女谷主開群組，論盡天南地北，暢談人氣熱話。拍得出嚟咧，不能太保守嘅。緊貼新事物、新資訊，輕鬆掌握全球脈搏動向。注意一個飲食啊，千祈咧就係唔好空肚做運動。週六聊天谷，星期六上11點半，翡翠台。北望神州由民間出發，呈現中國最新面貌，由衣食住行、生活閒趣，以至時事熱話，搜羅國內大小新奇事，了解生活點滴，多角度展現中國社會特色。中華掠影，星期一至日無線新聞台，追蹤最新娛樂新聞，為你一一搜羅。千祈唔好買蛋糕俾我。